繼續轉來看咱在地的消息，有業者要佇咧中華大村區一般事業廢棄物的墾台場，面積差不多是15公頃，拜三做環評審查。不過在地居民抗議講，這墾台場的地點是山坡地，也閣有自來水相關的設施，驚會有污染甲安全的顧慮，所以希望縣府唔通予這種開發案通過。經過審查，環評委員要求業者都要針對這開發的必要性、地下水的監控，也閣有山坡地穩定等等來補充甲說明。佇咧11月30日進前補件再審。反對妨礙，反對污染。居民夜基仔發口號抗議，有業者要佇中華縣大川鄉起一座大約15公頃的廢棄物掩埋場，要收廢玻璃、土木建築等等這廢棄物。拜三舉辦第2階段環評報告書審查會議，不少民眾甲環保團體到現場抗議。因表示開發地點是佇山坡保育地，牽涉到儕環境污染甲山區安全問題。就煩惱講，也像安尼，我手踏落去，就阮遮就是無多生活水啦吼，啊田啦攏污染啊。今嘛就是保護這個水源區，莫閣受到污染嘛。沒有開發必要性，對水源會有污染。工程過程之中會填大量的土方，11萬立方公尺。所以如果下雨的話，這個土方不就變成土石流嗎？環保團體表示，開發地點的地質真脆弱，唔但會有影響水土保持的顧慮，附近也有公共用水的地下水設備。這麼大型的開發案會影響八卦山的生態環境。開發單位表示，環境影響評估攏有做齊全的規劃甲配套。那中華縣環保局表示，這案因為有環境敏感地區開發的問題，所以進入第2階段環評，一定會謹慎評估。做了完整的一個水土保持的一個措施。地下水方面的話，那麼我們這個掩埋場的底部有雙層的不透水布。保育措施的話，我們也會有做生態廊道。他112年就提出了這個案子的開發計劃，我們開了環評會議，認為說，因為他在山坡地開發，有一些環境的敏感問題，所以我們進入了2階環評。我們希望環評委員審慎的來進行這個案子的整個審查。環評委員認為，這案要閣針對開發的必要性、地下水的監控、山坡地穩定度這部分補充說明，而且這案附近閣有花壇鄉的土石風資源場咧申請開發，2案應該做伙評估交通甲空氣污染的程度，要求開發單位要佇11月30日進前補件再審。記者楊淑靜，中華報道。